既若服侍雕刻的偶像，用虚假的神自夸的，拢着受见笑。恁遮的神啊，拢着敬拜伊。耶和华啊，因为你的判断，色眼听见就欢喜，犹太的城也拢快乐。因为耶和华你是至权，满过全地，你是至尊，盘过正神明。听耶和华的人，恁拢着怨愤歹。以保护以圣的百姓的性命，以拯救因脱离歹人的手。光明是为着义人来备办，欢喜是为着心正直的人来备办。义人啊，恁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纪念伊的性命来学乐。点席，咱请点席的人员敬请省略：林炳东、林炳宏、林丹淑珍、林杰春、黄月珍、林武雄、蔡素莲。伫同学表有一个祈祷，请咱会记咧出声做伙来祈祷吼。跪着。今日是大感谢第一主日，大感谢期，主要是要来备办名字基督的诞生，庆祝大感谢一个方式，是制作一个大棒花裤，甲点蜡烛来提醒咱基督所带来予世间的礼物。大港花裤包括真侪意思，花裤是圆的，代表无起头也无煞尾，互咱知上帝是无起头也无煞尾。上帝对咱的疼也是无穷无尽。绿色的花裤表示长青甲新生命，蜡烛的火代表耶稣基督所带予咱世间的光。传统上大家蜡烛的色有3支是紫色，1支是粉红色，拢代表赎罪的色。提醒咱着我靠基督的帮助，才会恢复人性的本性。圣诞暗暝咱所点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的来临。今日咱点着第一支蜡烛，是五芒的蜡烛。以色列百姓对先知听到上帝的应允，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传讲5万话，伊宣告一位弥赛亚的降临，通过伊来成全上帝赐平安的应允。咱也望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5芒是亲像光照伫黑暗，当咱点着这支蜡烛，咱纪念以色列的5芒，以及伫耶稣基督所予咱的5芒。咱要继续伫上帝应允中来望基督的再临，互疼、喜乐、甲和平充满咱的生活，甲全世界。最后祈祷，为着5芒的光，我感谢上帝，当我明白基督的降临的时，互我感觉对上甲荣耀，我的5芒。阿门。这是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82首。
圣诗第182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信全能上帝，愿做我天父，仁爱耿耿，官兵交战，公义伫你天下。我信耶稣基督，当万小人做恶，应是你家献身做者，仁爱袂通切断。我信真理的心，当领感我万民，爱人孤身，看人平行，我得着定心。我信三位一体，会行诚信上帝，当心当听，当心当信，应更无体。请咱议员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请咱掀开启应文第50篇。启应文第50篇，上诗是以赛亚书第61章。我来客请会众来引。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请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白，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伊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帝赐福的子民。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引带甲保守，伫经过的日子拢得到平安。阮献上感谢。伫即个年底，甲阮这期后，也是大港节第一个主日。阮用欢喜甲期待来准备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阮搁一摆来反省救主降生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阮着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实践耶稣的命令，将欢喜的大好消息来报互厝边头尾人知影，引带人来信主，通荣耀上帝。伫即个期待甲欢喜的日，阮的兄弟中后人受到主动无法度来三甲庆祝。
求主安慰因；也有心灵忧伤、身体病痛的，求主春你的圣手安慰医治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来甲阮同敬拜。这是求主甲阮同聚会，赐牧师对你遐来的领袖来教导阮，也互讲甲听的同受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即时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到11章的第1节，第10章31节到第11章的第1节。现着我来读。所以恁或是食，或是啉，或是做甚物，拢着因为应跟上帝来做。无论犹太，也是希利尼，也是上帝教会，恁无得做因的托碍。亲像我凡事互众人欢喜，无求家己的利益，也是就是求众人的利益，爱要互因得着救。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献诗，圣诗圣歌队来献诗，超越的恩典。
这是正道要请牧师所要谈正道的题目是效法基督，无效法人。效法基督，无效法人。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呼召甲竞选，以及信心的感动，阮知影基督徒爱常常注目伫你，仰望你，信靠你。总是今仔日你的话语，倒一摆甲阮提醒。除了注目你以外，阮嘛爱回头来观看、关怀、关心阮身躯边、阮的厝边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上帝通过今仔日你的话，倒一摆甲阮提醒，嘛激励阮会当照你所教示的安尼来行。主，阮将以下的分享全然仰望伫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的一切目的甲意义，是为着荣耀上帝。人的一切目的甲意义，是为着荣耀上帝。这是咱长老宗的创始者约翰加里文，以及论述这个基督徒生活的态度甲精神的时。伊其中有讲一句话：人一切的目的甲意义是为着荣耀上帝。好无？咱做伙来读这句，咱做伙来读一解，请。好，咱嘛往咱边人讲，咱活的是为着荣耀上帝。加里文伊的神学基础。是建立伫上帝的主权安尼的教义顶面。一个人活伫世间，要爱荣耀上帝，除非伊降服伫上帝的主权下面。要无，其实咱人的所想、所行、所讲，往往拢无法度来荣耀上帝。换一句话来讲，今仔日，咱若是互上帝的主权展现伫咱的身躯顶的时，这就是荣耀上帝的一种表现。总是咱应该安怎做，才会当来荣耀上帝？咱到底要安怎做，才互做荣耀上帝？咱讲要互上帝的主权显明伫咱的身躯顶，要安怎做？请问咱伫即个信仰内底，咱拢讲咱是互做啥物道？啊，答案敢有真清楚啊？要安怎做？答案敢有真清楚？基督徒嘛。我要讲的是，今仔日你为着要荣耀主上帝，就反映出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要来学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荣耀上帝。一个上好的模范，所以咱今仔日若会晓讲学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一种荣耀上帝的一个表现。讲边仔讲，咱来学亲像耶稣基督。一约翰加里文伊的神学著作内底，基督教的即个要义，伊两本厚厚的册哦，两本厚厚的即个神学的著作。总是伊一结论的后面，伊留五个字啦吼，翻做中文是5个字。即句话号做啥？即句话号做荣耀归上帝。意思是讲，伊写两本安尼足够的神学的即个著作论述，总是最后的目的是做啥物代志？荣耀上帝啦！讲遐济就是爱咱人活伫世间呐，爱荣耀上帝。这个约翰加里文，其实伊嘛照伊家己的神学，伊做一个牧师一讲台顶安尼伫教示的，伊嘛照安尼来行。伊一临终进前，伊吩咐边仔人讲：未来即搭埋葬的时阵，墓园千万毋通雕刻伊的名，更加着将伊的名的缩写 J.C. John Calvin J.C. 刻伫迄个门牌顶面就好，因
因为伊若俾人讲，伊讲我一世人教示人来荣耀主上帝，所以今仔日我虽然做济人的牧师，总是虽然我的过身，我无爱互人纪念，我爱人记得我所教示的，爱将荣耀归乎啥？荣耀归乎上帝。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经文，第一句就咱教是啥物代志？第一句咱教是啥物代志？咱不管做啥物，也是啉，也是食，拢爱为着啥？为着荣耀主上帝来做。不过咱若是礼拜前知影这段经文，咱有大声读过，咱来对照这个经文的前后文，咱来看第10章，全部第10章看了的时阵，咱会感觉讲这段经文出现一只小可奇怪，小可奇怪，是安那？咱看去第10章一开始，保罗一直咧教示是咧讲拜偶像的代志，以及食祭米的代志，甚至到后面来讲到基督徒的自由、甲良心的这个问题。啊，讲，一直讲到后面，向一结论的所在。保罗人讲，咱凡事爱荣耀上帝，你毋通成做别人追求信仰的阻碍。恁爱学我，亲像我学基督相共款。到底第10章拜偶像、基督徒的自由，甲学耶稣基督，以及荣耀主上帝，这之间到底有啥物款的关系？台湾有一句俗语吼，有一句俗语，或者饲鸟鼠安那，家布袋。啊，这意思真简单，就是讲家己人去损害着家己人的利益嘛。吼，饲鸟鼠家布袋。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吼，这个故事是咧讲有一个人，有一天走去找这个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你敢知？甲讲一句讲，我吼要来破坏佛教。释迦牟尼讲，我毋惊啊，做你。迄个人就讲，我要用暴力的方式来破坏佛教。啊，释迦牟尼讲，做你啊，我毋惊。啊，迄个人就讲，那安尼，我要世界传你的歹话，甲你诽谤，互你有歹名声。释迦牟尼讲，不要紧啊，你去做，你去传啊。迄个人最后想想的，好，安尼对打开始，我要加入你，好，我要带你加入，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要穿你的衫，食你的饭，然后学你读佛经，然后带你全部学了，我才来开始做破坏的代志。结果释迦牟尼听了后，伊怎一面流目屎，一面讲：朋友啊，既然你已经加入我，成做我的门徒，啊，穿我的衫，食我的饭，倒读佛经，啊，到后面你会当做歹的代志，我实在也无法度你啊，实在也无法度你啊。咱来想，释迦牟尼是为着啥物代志流目屎？是为着伊家己去人诽谤，即个宗教受到破坏流目屎，还是为着即个人一定成做伊的门徒？军队伊对当做破坏代志来流目屎，是为着对象来流目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所以，迄个目屎是可怜这个人，你较遐可怜。一个灵道教会，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这间教会内底有一群人，这群人真有知识，真有智慧。因是有即个财目温顺的一群人，即群人因真享受着主耶稣基督的自由内底，因享受着基督的自由内底，总是因为享受这个自由，煞来互济人来跋倒。即群真有智慧温顺的遮个人，因互遮个会内的兄弟姊妹心内感觉真爱约。因上时嘛有会我遐个还袂信的人去误会讲，原来基督教，原来恁所拜的上帝，甲其他的偶像无是相共款的。原来基督教是道成论，你当一面拜上帝，倒去庙内底拜偶像，倒食祭米。当然，真正要讲的是，即群有智慧温顺的人，
因真清楚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是万权能的，偶像是假的，偶像是空虚，无任何的气力。因嘛知影讲，因虽然食祭物，总是对因的灵魂甲肉体并无损害，总是因却无去体贴到遐个信心无够、良心软弱的兄弟姊妹。这有智慧的人，因互外面遐个无信的人看清基督教这个信仰，想讲恁的上帝也只不过是安尼，甲阮所拜的偶像无啥物无共。因为即群有智慧的人，因较早是拜偶像，后来信耶稣、信上帝。但是安那，因即个朋友倒是庙人，所以因倒转去庙人找因，甚至坐落来甲因啉食。总是即件代志，却互教会内底遐个信心不足、良心软弱的兄弟姊妹安那真跋倒，哪是安尼？会外的人嘛看清基督信仰，哦，原来恁的上帝相共款嘛，安那有拜有保庇嘛，加拜加平安嘛。其实安尼的代志，就亲像咱主义传福音的时，常常听到一句话。即句话是人用真礼貌的口气对咱拒绝。即句真礼貌的拒绝是啥物话？啊，宗教拢相共啦，拢是劝人安那做伙啦。即句话是甲咱拒绝，只是讲了真有礼貌。总是咱爱来反省哦，啥人会讲咱的宗教甲因会相共款？咱有啥物所在互人跋倒吗？咱的信仰有啥物所在互人看轻吗？至到互人感觉讲啊，拢相共啊，拢相共，无啥物无共款。其实要避免安尼的代志，咱刚知影讲关键伫倒位？关键就在于上帝的主权。咱也比人讲上帝的主权。真简单讲，无输一下真简单讲，你转去看第10章，整个第10章一直到11章的第1节。保罗一直咧讲偶像、基督徒的自由，甲主耶稣基督，即个之间有啥物关系？就在于是上帝做主，是谁在做主啦？是上帝做主。今仔日咱也是真清楚讲，偶像是假，是空虚无任何气力的事。那安尼去拜偶像的人，是上帝做主，是上帝做主。我简单讲，拜偶像的人通常拢是安那，人也是家己咧做主。今仔日你若是开始学主耶稣基督的款式的时，主耶稣伊的性命，互上做主，互上帝。所以咧，当咱学耶稣的时阵，咱就互上做主，咱就互上帝做主。一个互上帝做主的人，绝对袂因为家己的私欲来有任何的行动。也是讲话。今仔日咱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内底，保罗专门是咧考劝，是咧责备即群真有智慧、真有才华、才会温顺的人。因所做的代志，其实是咧荣耀因家己。因是咧等因家己讲：我真有自由，我真有智慧，我真有才华，我知影偶像是假。我知影食祭物对我无损害。我要讲的是，讲到这其实拢无毋对，总是伊唯一欠缺是啥？伊敢有去体贴到遐个无自由的人，良心无够、信心软弱的人，敢有去体贴到？无去体贴到，无去体贴到。我要讲的是，即群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因感觉讲。享受自由是咧荣耀上帝，因为这代表讲上帝权能较赢过偶像。总是遐个信心无够的人，一边仔看是安那，内心感觉真安那，真爱叫，真跋倒，这人哪安尼？那安尼讲到这，整个第10章，保罗要讲的，上帝所爱的荣耀到底是啥物？上帝所爱的荣耀到底是啥物？其实上帝所爱的荣耀是伊的囝儿
是伊的儿女会当为着福音的缘故来牺牲家己，来看无家己，来对家己的自由来尊责。上帝所呼召建立的教会，是要成做一个会当彼此尊重、彼此体贴、忍耐的一个国度。就亲像主耶稣，主耶稣为着拯救人，为着建立教会，来牺牲，来看无家己相共款。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伊面对十字架的时阵，伊讲一句话，伊讲我的爸要得到荣耀啊！伊明明面对十字架是一个见效的记号，但是伊却讲这句话，或者啥？我的爸要得到荣耀。是安那？伊为着人，为着福音的缘故来牺牲，来看无家己。伫遮牧师要来讲一个故事。牧师是讲道罕咧讲故事，所以请咱用珍惜的心情来听啦吼。这个故事较长。这个故事是安尼讲，较早有一个国王，因正爱做一件代志，用华语讲，叫做微服出巡啦。微服出巡啥物意思？就是穿甲咱像平常人安尼，吼出去出巡安尼。伊做这件代志是要去了解人民的生活。过了安那有好无？有一天呢，这个国王穿啊破破烂烂啊去遮，行去到城外，伊看一间厝，细细间啊嘛破破烂烂，内底灯火吼密实，因为一定到下午啊。伊行去到迄间厝的窗仔边，伊看见一件代志，一个老人，伊是一个批下的即个师傅，伊只准备暗顿。伊暗顿是啥？一块足细地的棒，几块即个马铃薯，就是番仔番薯啦吼，马铃薯。然后要食进前，伊听到这个人开始祈祷，感谢上帝，阿拉上帝。然后这个国王，真好奇呢，这种生活伊也感谢上帝，阿拉上帝，伊就行去门口讲，朋友，我会当入来无？这个批下师傅讲啥？有哦，好哦，欢迎哦，来朋友，请你来坐。这个国王吼真无客气呢，人家请伊入来，伊拢无过门吼，伊就直接坐落去，签仔摕起，就按马铃薯吐的，就开始食。一面食一面问讲，我有听到你的祈祷哦，我看你真欢喜哦。来请问者吼，是啥物代志，互你遐欢喜？这个批的师傅讲，我今仔帮人修理鞋赚到钱。趁到这个暗顿，心内真欢喜。国王问讲：若是明仔载无人找你修理鞋互你趁无钱，你倒会感谢上帝、阿拉上帝吗？这个师傅讲：明仔载哦，明仔载的代志，上帝自然有伊的安排啦，我无烦恼。这个师傅一面讲，将伊手中唯一迄块棒切做一半，另外一半互送。互迄个叫做去食的国王，互伊食。哇！这个国王下暗转去到王宫，规暝袂困着，而且一直想：我做一个国王，啥物货都有，但是我都无一定逐工快乐，我都无一定逐工娱乐。奇怪，这个批的师傅大个厝破破烂烂，食迄啥物物件，遮欢喜，遮娱乐上帝，感谢上帝。过工。这个批的师傅，伊要入城，照常去做生意。结果伊一入城了后，伊看到真侪公报，国王的公报。你知影这个国王的公报写啥？禁止任何鞋师傅入城来做生意。我这鞋师傅讲奇怪，拄好是要针对碗哩。想好啦，无今仔日无鞋修理，无来担水好啊。伊讲家家户户拢需要水，伊就去担水，就安尼落来。迄一天，伊都因为担水安那来趁着这个暗顿的即个钱。好即声下晡时，伊只准备暗顿的时，又阁有人来啊。迄个人是啥？装作去遮，恁拢知影装作去遮国王又阁来啊。即个含问都无问咧，直接
搭入去坐落就开始食。问讲，哦，国王这过分呢？迄什么道理啊？讲鞋仔袂，吼师傅袂当是啥来修理鞋仔，有够过分。啊你这是安怎来？伊讲啊，无修理鞋仔会当担水啊，吼，真好，上帝互我去担水，趁着暗顿的钱，我都帮你准备一份呢，你有通好食呢。这国王袂死心呢，伊就问讲，啊，明仔载你也无通去担水，你要安怎？这个师傅讲，啊，无通去担水哦，我无烦恼，明仔载有上帝安排，有上帝安排。好，然后过工，恁敢知影？当这个师傅去到城门口，看到啥物公报？嘿，对，这个国王说。鞋仔师傅袂当伫城内担水，靠针对鞋仔师傅袂当担水的，吼，好啊！啊，这鞋仔师傅讲，啊，阮兜有一支斧头，无啊就煞帮人安那铺茶好啊，来卖遐个茶。一工又搁安尼过啊！这鞋仔师傅因为铺茶所赚的钱安那，又搁会当准备即个暗顿，又准备暗顿，结果又搁有人来啊！迄个人是啥？国王啊！国王问讲：鞋仔师傅，你今仔过了安那？好，国王真正有够过分，连袂当担水，连伊袂当安那修理鞋仔。我讲啊，我今仔因为铺茶吼，都趁着钱啦。来，你来食饭。啊，即个鞋仔师傅，其实伊面对即个逐工来白食白啉的青份人，其实伊拢无过问啥。伊只敢讲，即个人应该有啥物困难，无方便讲尔，所以拢无来加问啥，欢迎你来食。就安尼过了几啊工，反正鞋仔师傅只要一入城，就看到有新的公报，写讲鞋仔师傅今仔日袂使创啥，吼，按修理鞋仔袂使，担水也袂使，铺茶也袂使，就安尼。就安尼过一礼拜，到一礼拜最后一日拜六下暗，迄个人又搁来啊。叫做去食的即个国王，总是即摆伊敢有踏入来门内底，伊无倒坐落去食饭，为虾米？因为迄一工鞋仔师傅无饭通食，无饭通食。然后即个叫做去食的国王，伊就讲：哦，上帝实在对你真严苛呢，啊，顾在即个即烂的国王带你糟蹋。啊，这个国王其实讲即句话是开始安那，真厌恶伊家己啊啦。我讲，我较糟蹋一个人，糟蹋甲安尼吼。但是这个鞋仔师傅，伊悠然笑笑，真欢喜讲，人活伫世间，原底都有真侪困难、挑战甲试炼。你看我虽然无饭通食，总是今仔日，你看我无饭，你嘛是来甲我谈啊，你嘛是来甲我陪伴啊，我真欢喜。而且明仔载吼，即个对鞋仔师傅的即个禁令吼，就到去啊。明仔载就会当开始修理鞋仔。就安尼过了一下暗，过工透早，鞋仔师傅欢欢喜喜要入城。叫入城无偌久，开始看头前有闹热，啊，国王出巡，啊，然后即个群众安那，一下围雷，啊，一下欢呼。结果国王的马车雄雄停落来。国王落车，就一直行去这个鞋仔师傅面头前，叫这个鞋仔师傅一看安那，哦，你就是安那，逐工下暗去阮兜安那，白食白啉啊，装作去食的迄个人啊，啊，都真白目，真刁工。这个国王伊就真温柔，真谦卑，真客气，真亲切，但伊手划调的讲，朋友啊。我就是迄个不时来糟蹋足白目的迄个国王。啊，我只是想要知影讲，兼真正有人，不管拄着啥物款的境遇，犹原逐工感谢上帝，学了上帝。我毋知影你有通过上帝对你的考验无？总是你通过我的考验。对今仔日开始，你就是我的朋友。你逐工下暗拢当你来王宫安怎？甲我做伙食暗顿。当咱的教会开始通过小组，当咱的教会
开始通过一个活动来招呼新朋友、无道友，你来到咱的教会时阵，其实咱会拄到真侪的国王，咱会拄到真侪国王。当然，这个故事内底的国王，伊是真白目，伊是刁工的。总是遮的新朋友、无道友，因为对这个信仰、这个宗教毋捌嘛，有真侪无了解，所以检查有礼数无够，也是讲无够礼貌，也是讲对教会提出一寡违反信仰的一寡期待。因检查会发生遮个代志。总是我要问的是，各位兄弟姊妹，当咱面对遮个国王、遮个新朋友、无道友的时阵，咱要安怎？咱要安怎？请问这个下仔师傅，伊逐工下暗敢有交代这个国王？我要讲的是，就亲像这个师傅相共款，不管安怎对方安怎无礼貌、礼数无够，安怎对这个信仰无认捌，咱犹原爱敢甲大因交代。犹原大因交代，犹原大因温柔对待，犹原大因好款待。上重要的是，通过咱的款待，互伊接近咱，互因看起讲，咱基督徒检查咱无好业，检查咱的社会地位无悬，总是咱犹原因为上帝，逐工感谢，逐工快乐。虽然有困难有试炼。咱犹原常常祈祷上帝，感谢上帝，阿门。咱有当时会毋茫讲，新朋友来，无道友来，恁上好乖乖坐落去，听牧师讲课，听阮甲恁介绍，甲你教一寡知识。我要讲的是，做这个代志，咱不如，咱着活出信仰的水，互因看。活出这个信仰的水，互因看，互因欣赏，互因想要军队，想要恶咱，亲像咱学耶稣基督相共款。有阿门无？主耶稣伊咧教导门徒，无专门的教室，咱引带新的朋友嘛无专门的课程。咱家己就是模范，啥物模范？咱家己就是。凡事拢互上帝做主，凡事拢为了荣耀上帝的一个上好的模范。因为咱学主耶稣基督，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通过信心的感动、优赐，阮知影讲天父上帝。你是万权能的，你的能力、你的气力大过世间一切的势力。总是阮享受伫安尼自由的下面，求主上帝你的神甲阮提醒，阮的身躯比检测都有济济，对信仰还阁无够认捌，对信仰还阁去超吹，对信仰。还阁毋知影要安怎追求的人，愿主上帝，互阮因为即个疼甲体贴，会当来准则阮家己的自由，会当来注意阮家己的言行举止，减会互人绊倒无，甚至减会互外面的人来看轻。也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互阮的行大会当荣耀主上帝。互阮会当常常因为安尼来仰望主耶稣基督，来读圣经，来祈祷，来互信心地甲阮教示，要安怎行，才会当愈来愈亲近主耶稣基督。愿主上帝，今仔日你通过你的话对阮的教示，诚济阮生命的准情，诚济生命的帮助。愿咱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162首，
圣诗第162首，着用基督耶稣的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请罗建成执事甲陈秋兴执事来施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大家来读2遍。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甚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请咱来读2遍。所以恁无论是也是心，也是理，拢着上帝来做。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甚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咱来先开周报的第1页，甲第2页是顶周的出席，甲下周的事项，请咱事项的人员来注意。第3页是咱周间的聚会，请咱到各区较近的所在来参与小组。第4页是小组的大岛，咱来先开第5页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假使也有订单的，请咱往咱的中集来更正。第6页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咱由商联来点大港节第1主日的5万的蜡烛。12月份的1月长老，中集长老是李文佳，执事是陈义兴、郭明伟。第3、第2场礼拜后，伫4楼交易厅召开第4届第10次临时董事会，请董事来出席。第4点，12月7日下晡3点，伫701教室要召开大楼管理委员会，请委员出席。后礼拜，要点为着大港节第2主日，由妇孚团契来点蜡烛。景清生乐、王秀玲、郭正宏、林漳州、吴丽芬、黄团军、温丽竹、黄文静、甘碧惠来点大港节第2支和平的蜡烛。下晡1点，伫701召开2020年上半年度施工协调会，甲12月份的定期中集会，请中集甲各团契首长出席参加。教会消息。今仔日也有停车伫东门国小的兄弟，请会记住，今仔日同晚伫4点以前，请从车开走吼。第2点，2020年的行事历各区甲团结聚会表伫4楼的公告栏，请咱家己来看。假使也有要更正的，请咱用红笔来修正吼。教界消息。赖金军传道师、方立牧师甲就任公教会教育牧师受一感恩礼拜，伫今仔日下晡3点伫公教会来举行。邀请咱兄弟来分享上帝恩典甲喜乐。咱即是来举行12月份的生日名单，请咱家己来看，是咱生日的，请咱来出席哦。来，咱来头前，来我来念。王文辉、杜永显、赖碧娥、朱建志、马建庭、刘家运、黄丽辉、杨凌雄、林明辉、詹茂祥、谢淑生、钟安妮、吴志伟、郑欣怡、何以真、陈明福、赵美珠、罗宏杰、邱文玉、万大文、赵文莹、陈立珠、詹美云、黄家珠、李维华、刘家宪、刘家运、林碧宇、庄卡言、何以婷、陈美清、郭辉树、林雅景、蓝条根、陈义兴、蔡美关、林炳宏、吴碧珠、黄庆良、吴德新。有无？无想到家己生日的吼，即个月生日还未想到会紧出来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他继续来报告吼，其他的消息，通处长合作社伫12月初8中昼12点伫701教室召开合作社李干事会，请咱李干事来出席。咱2019年到圣诞节活动的系列，咱的主题是传播喜乐好消息，传播喜乐好消息。咱大讲节即迄个礼文甲点睛，咱有4届吼。第一届是双联，第二是夫妇倒来是青少年，过来是主入学吼。咱社区报佳音，咱就4啦，后壁遐有迄个公布栏遐有迄个登记表吼。咱若会友甲社区要报佳音的，请咱伫遐登记。倒有人来养护中心吼，护理之家，咱才有7、8人来报佳音。大溪家顶日照中心才有12个人来报佳音吼。倒一个较重要的，就是咱圣诞暗会活动伫12月21日，12月21拜六暗，几点开始？7点到9点吼，7点到9点，请咱会记住哦。暗时7点到9点，21吼，拜六暗。12月22日是咱的圣诞赞美礼拜，请咱几点开始？10点开始吼。赞美礼拜是10点开始吼，无第一场的礼拜，咱10点开始，无第一场的礼拜。礼拜了有圣诞爱餐无？有吼，有圣诞爱餐，请咱会记住哦。来，这是请牧师来介绍甲带导。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礼拜是流目屎吼，毋是啥物见笑的代志啦。牧师做升学生的时阵，一校做礼拜拢会流目屎；一时一到的时阵，拢会流目屎；唱诗歌会流目屎。但是我甲因讲，自从我做团座、做牧师、做礼拜了后，拢袂流目屎。这到底是好啊毋好？咱家己咱来思考。牧师直接来介绍一对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翁仔某新的朋友先生吴在基这个姊妹是王玉婷，是咱的中间，欢迎。好，请坐，欢迎恁等的老婆，咱来6楼食这个爱餐，食3交杯。好，头寡这个圣诞的活动咱的张组长也有讲吼，所以咱照这个时间点，咱就做来关心甲参与。以上。这是来吟上迎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恩宠，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大地世情。愿你所有我命尽力，以愿心内结合归旨，愿出人来最
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提醒阮、帮助阮，会当效阮的言行举止、行踏，拢通荣耀主上帝你的名。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乐灭倒。平安礼，请咱咱的厝边隔壁讲圣诞快乐，效法基督。